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十程十站嘅系列。今集我哋將會由布達里站出發，睇下十程之後會去到邊啦。開始之前，記得幫呢條片冚 like 同埋訂閱啦。後面有架 MMC， 一於上佢啦。不怕寂寞，沉迷手機就過，喜歡孤獨，別怕人來找我。訂票單人去北非看駱駝，獨個報名上電奔波，就算綁架慣了自助，未叫手足協助。越來越無耐性，共誰或誰扮任性。我對着鏡舉杯祝酒致敬。話咁快就到唐灣角，不過總站冇車，我哋喺234站位等住先。有架286X 返去天際海灣，就上佢啦。不哭了，不想了，不想就這麼沒詞。若需要，亦不要，沒有滄桑的戀愛史，只怕根本我願意要撫摸過每根刺，要給火花灼傷到極致。難道我要證實每次真的如此在意？不可以，總可以將瑣事當天大事，那樣堅持，那樣不智，卻又知沒有結束，不會開始。這次傷心到下次也應該再有幾次，也許一想起某時唯一可中意，才來害怕無下次，其實多麼諷刺。若覺得第一位最後面有架 Street Deck B1X 衝啊！司機斷線，我哋直接 TP 去口岸，下一程係 B1S 返六里鎮。傳來法語問你是我的家屬吧，原來我已自那白浪之巔墮下，明明分開，為何打這號碼？你可會很不解我怎不刪了他？我知不該，但是不改，像某種流亡的愛，千里之外，聯繫還是依在。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趕搭通宵客機？
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？在無人以口裏煩住你，若覺得將這責任加諸很離奇，是我自私今世最後騷擾的人兒，只想是你。咁大個總站，竟然只係得擺街嘅車。2000 years later， 等咗好耐，終於有架 90X 等埋啊！前面有架95，下一程就係佢啦。連環錯愛，有誰救我不幸？被留在地雷陣，覓熱吻。然而對你，我無法太安分，但求是沒遺憾，盡人事做做怕餘生良心會斥責我從未陪襯，只想找一個伴，但崩壞的名盤，樣樣亦太一般。無一欄可自滿，全心厚待你，仍然功倍，但事半，就是耐性最好的，亦嫌我悶，一起都給背叛，夢想越想越悲觀，誰曾如獲至寶，千金也不換，明明並不圓滿。然而若小塵滿，怎麼敢談判？展貿館有唔少巴士擺街，下一程就上A96啦。如果我有逆轉的超能力，時間撥到早100年的春天，全城在近路活着，彼此有愛，夢裏不見亂，我跟你或會發展知己情緣，除非我有預知的超能力，能趁疫症不猖獗時的秋天，如上地邀約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終點。個個走晒去揸線，難得有架73，一於上啦。和你困在這都市最下格，縱使已撐住每日仍下滑，還有渴望我不會去自殺，我給夠壓力超懂得抗壓，難尋獲瞬間翻身法，但已動了真格，就算沒法達自爆亦勝於被踐踏，帶你飛出去，衝出去，鑽石鋪的宇宙裏，帶你飛出去，若有罪，犯罪耀眼的罪，在困於這裏，這樣頹，餘生會埋在等死天。2000 years later， 等咗10幾分鐘，有2架車嚟到巴士站，但由於上程已經坐過73，
我哋就上後面嘅97啦。無數次獨歌哭喊和嘆息，迷失了我苦惱忐忑，纏住我。居然撞到上程搭過嘅 B8L， 最後一程一於搭佢返展貿館啦。無視到雨裏是雨霏霏，繼續往天飛，在遁地，在煩亂之中找找氧氣，失意能否不提起？糊塗地闖天地，不想要三幅被，只想要隨便地隨心的結尾。忙着為明日打算，怎知道只得忙亂？忙着看手錶，竟不知分秒停轉。傻着笑提問點算？話過錯不需要點算，耗損的可能是分寸，對白無用計長短。無視到雨裏是雨霏霏，繼續往天飛。在煩亂之中找到氧氣，擺着烏龍燃起，糊塗地闖天地，不需要三幅被，只需要隨便的隨心的結尾。今次10程10站，我哋用咗2小時16分鐘。由布達里站去到展貿館，如果今條片過2000 views， 我就會立即更新下一集。今集就到呢度，多謝所有幫手揸車嘅司機，我哋下次喺陽光群島見，拜。